3月的了，3月是红炸姜草，直的了，直炸姜草。然后你看这个图片，它写黄花炸姜草，黄花炸姜草。黄花炸姜草，3月的。还是幸运草是幸运草是4瓣的，幸运草4瓣。这个看错了，是3瓣呢。到底是炸姜草还是幸运草？4月炸姜草，4月炸姜草。